思齊天文台轉發咗黃雨警告，而雷暴警告都生效緊啊！海欣預測會有幾陣狂風雷暴㗎，喺戶外嘅朋友要留意啦。先睇下分區氣温，截至上晝7點，各區嘅最高氣温係介乎25.5至到28.5度，最低氣温介乎24.3至到26度。轉睇下風雨圖，一股活躍嘅西南氣流正係為廣東沿岸帶嚟驟雨同雷暴。預測係大致多雲，有驟雨同狂風雷暴，初時雨勢有時頗大，最高氣温大約29度，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，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。展望未來1、2日天氣仍然穩定，今個禮拜後期短暫時間有陽光，有幾陣驟雨。預測今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一般，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嘅水平。今日預測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會係5，強度屬於中等。跟住睇下大灣區城市天氣。澳門雷暴，珠海有雨；中山、江門有雨；肇慶、佛山有雨；廣州、東莞落雨。惠州、深圳落雨。聽日先講到呢度啦。